大家好，我係 Debstar。我第一次成功過咗里程碑100訂閱，咁呢條片嘅結尾緊記要睇埋。咁話唔多講，返去當年只有1訂閱嘅我。當年嘅我，快啲掹出嚟！當年嘅我拍咗現實巴士片，亦當年嘅我拍咗科目3。當時呢條片都俾好多人知道喎，同埋當年呢條片帶到嚟而家呢個頻道，同埋我已經到咗50訂閱，第一次拍直播。呢個時候建立咗管理員，同埋識咗好多人，例如巴交一個。Give me the open the door！ 快啲啊！你快啲開門啊！之後 EV New WU8163 Jason Lee 同埋 RK6404，你哋嘅合作令我好開心。到最後，我衷心多謝你哋嘅支持。本人舉辦一個抽200 Roblox 活動，咁條件就係1訂閱，2有 Roblox 通行證，3舉辦超過10個參加人數方可進行此活動。咁呢度我俾咗一個鼓勵句話：如果有自己嘅夢想，要向住個方向走。咁呢條片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